乡亲朋友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詹伟民。去年咧，生物医学有真大突破，俄罗斯团队咧头一摆伫外太空合成活体生物器官。俄罗斯这个太空人哦，伫咧国际太空站用医疗仪器哦，这个机构3D 列印机哦，伫无重力的这个情形之下咧，甲人类这个软骨印出来，伫咧减少伫动力的这个干扰之下，那形体完整哦，而且咧这个发育搁较紧哦，效益嘛真悬。这个实验呢，嘛，互这个器官3D 列印，搁进前来徛一大步。今年4月咧，以色列这个团队嘛创作出包含人体组织甲这个血管的3D 列印这个心脏，5望伫咧10年来临床来使用。台湾3D 医疗这个技术嘛，长咧发展哦，国际上安怎规范？台湾安怎规范？佮有啥物空间，互3D 医疗技术更较进步？法律安怎来配合？今日台湾新眼界社会大小事，要带大家做回来了解。这部电影邀请到4位来宾做伙来讨论哦。第一位咱邀请到中国医学大学这个附属病院3D 列印医疗研发中心陈义文博士。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咱邀请到3总这个胸腔外科医师林冠春。各位朋友大家好。第三位咱邀请到台湾新手开源仪器这个设计师哦陈俊志。大家好。第四位咱邀请到这个每日这个健康总监督洪素卿。阿明好，大家好。今日要来讨论到这个3D 医疗这个技术啊，伫台湾哦，当咧发展，其实哦，这个是真大这个市场啦吼。毋若讲是市场啦，但是其实对着这个病患来讲是真大这个帮助啦，尤其是对着这个临床这个使用来头顶。其实哦，咱头一条倒来请教咱的这个陈义文博士啦吼。其实伫咱的这个中国医学这个大学内底，这个病院内底，已经有这个差不多600名这个患者已经伫咧临床来做实用啊，对无？是的，阮病院伫5年。进前就开始一个3D 列印的研究的中心吼，阮的要做，阮的任务就是想要甲3D 列印安尼的技术用伫医疗患者伫患者身上啊，要用伫遐时阵，阮就希望爱知影讲病院医生知不知影是知影阮这技术无，啊无患者嘛知影安怎用无，所以阮的工程师伫内底斗相共讲，若是有病人来，伊想要用3D 列印这技术来用的时阵，阮会当甲医生安怎合作来甲因斗相共。是你这个背景应该是这个较工程的这个部分啦吼，啊其实结合着这个医疗，其实是嘛是这两个人扣做伙，其实较早人讲3D 列印是较这个科技啦、较工程这部分，但是用伫这个医疗的部分，真正是两个相结合是一个新的这个可能嘛安尼。其实了真济这个台湾这个病院内底哦，毋若干那这个中国这个医学大学来咧做啦吼，其实伫咧这个。伫新竹的马街啊，还是讲其他这个病院，其实嘛做真济。咱来看讲，其实伫恁的病院是安怎做的，安怎进行？咱来看这个报道。3D 列印的技术应用的领域愈来愈宽，除了国防、航太、等工业、贸医疗3D 列印的出现。我认为3D 列印是目前全世界上新的技术啊，因为中国医学院是伫医疗方面的专家。所以，阮想讲啊，甲准做甲3D 列印这个技术，甲医疗合作啊，对台湾未来的医疗器材也是各方面的研究有足大的空间。运用新科技提升医疗成效，中国医学院甲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以及亚洲大学共同成立3D 列印医疗研发中心，找来医疗人才以及工程师做伙来研究。阮甲医学就是医生，甲工程师，甲叫做伙。啊，阮是感觉安尼是上紧，因为咱台湾的医疗发展足好诶，啊，咱真个工程的人嘛是足厉害诶。但是这两种人其实无啥咧见面，哦，除非破病，但病院见面以外，像阮是无啥咧破病。啊，阮的董事长甲王水平教授，因会使有这种远见，啊，嘛投资足侪钱诶。将医疗甲工程的人才揪做伙，专门来研究3D 列印用伫医疗的应用，亲像是手术刀啊板，会当缩短手术时间，阁会当提升准确度。这就是因为迄个伊脊椎侧弯啦，啊，咱这样要甲做矫正，啊，矫正的时阵，咱就爱伫这个
咱这脊椎椎体内底吼去拍钉啊，因为钉啊这中加这吼，就是咱的中枢神經的所在。啊，这若钉啊，咱若拍无好，为这边拍入来的，伊迄人可能就反射就瘫痪了。咱甲做这个咱头仔讲的这刀仔板啊，然后去做一个定位，啊定位以后，伊就会使了解讲哦，我伫这骨头头顶，这脊椎头顶，啊我定位以后，啊我就顺这个势，就法度去拍这安全的所在。透过3D 列印无形辅助，毋乃当提升手术的精准度，更加当甲病患充分沟通，互病患清楚了解手术过程，同时提升医生甲病人的良好关系。记者杨淑晴、林坤明采访报道。这个3D 列印这个技术啊，真正是对这个病人来讲是真好，这个医护这个关系这个建立啦吼。啊，其实要甲这个两个背景的人扣做伙，就是医疗再科技要结合起来，其实这个磨合顶啊吼，应该有淡薄困难，然后拄开始的时阵。阮嘛是开足侪时间啦，啊，甲医生做沟通吼。啊，因为吼我5年前来中国，来中国大学之前吼，我医生是无听过啥物叫3D 列印。啊，我嘛毋是医疗的人，所以阮咧讲话的时阵吼，足侪，亲像我即摆讲台语嘛是袂通安尼，就是咧开始，你讲你的，我讲我的，阮豆豆仔来甲医生介绍啥物叫3D 列印，3D 列印会当斗相共做啥物，阮会当做模型，我会当做一寡因细胞啊，细胞嘛好啊，咱会当印啥物物件互因看，因豆豆仔了解，我嘛去了解讲哦，因外口医生要开刀的时阵吼，伊进前拢爱做手术规划，因叫手术规划，计划啊做好，才会当开刀入去。阮若会当斗相共伫进前就做好啥物计划的时阵，阮会当互伊拟真的模型印出来，互因了解即边肿瘤伫倒位，要开刀的所在伫倒位，安怎开刀入去，安尼对病人就较好费量嘛较少。这是阮。一开始的时阵，伫临床上的一寡应用。愈行愈远的时阵，这5年了来，阮嘛感觉吼，阮袂当干那做一寡模型。阮就开始想讲，阮会当摕病患的细胞出来。细胞，甲放入去吼，甲印出来。甲印出来。这边哪应用咧？阮即马想到的一款应用像生物墨水，吼，阮就咧想讲，我摕患者的细胞出来了后，我甲伊甲生医的材料做一个混合结合，阮用列印机甲印出来，印出来有一寡好处，就是讲，像我头拄甲你介绍的，就讲吼，即摆阮中国医学内底上少一年有7000个癌症的病人，癌症这个患者有7000名就对啊。7000名这病人吼开刀了后，咱拢是爱做化疗，有放射线治疗这2种，因为吼咱做这2种的治疗的时阵吼，病患拢足痛苦的。是。因为医生毋知要放啥物药啊对因较好，因食药啊时阵有足侪副作用的。若是有可能我甲病人的细胞先摕出来，阮伫外口先用药物做测试的时阵，咱就会知影讲哦，倒一款药啊对这个病人较好，对伊的副作用较少一寡。这阮叫精准医疗。精准医疗就对啦吼，就是讲真确实，就是讲伊看到这个细胞，这个3D 列印安尼印出来，伊培养了后投药落去，伊这个副作用是啥物？对着这个人体来讲，其实是较袂有这个副作用的这个产生。所以对着这个医师来讲，伊实务上会当更较精准，互这个病患减少真济后壁可能会拄到这个问题。其实咱要过来请教，就是咱的这个林医师啦吼。这回我知影你较早嘛是用着这个3D 列印这个技术咯。帮助这个病患，这个改善这个肉毒伤这个问题啦吼，安怎来实行咧？其实咱这肉毒伤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讲咱的伤口，咱的胸壳口中这个迄个骨头小可较凹入去。是。小可较凹入，其实原则上咱以前咧甲这个骨头用出来开刀是较麻烦的。差不多伫2000年之前有一个医生，美国一个医生处理了介好，伊个用一个板子，吼，迄个矫正板，甲放在咱身躯内底，甲即个骨头挺出来，塞出来。毋过其实这就是一期拢有人来改良即个手术，这叫做纳氏手术啦。即个纳氏手术一期拢有人提出较好的改良的方法。就是进前差不多3、4年前接受到即个3D 列印。这3D 列印就是讲，伊会当甲咱即个模型骨头的模型
甲实际伫电脑顶悬甲呈现出来。吼啊，进前咱即个矫正版其实量的定拢是量咱皮肤的形状啦。啊，有时啊量这皮肤的形状的话，就是讲咱即个矫正版较无遐紧紧贴合伫咱的骨头顶悬。是。吼啊，毋过讲这就是若讲咱放入去，结果伊边仔无紧密贴合的话，无真麻啦，吼，无足麻的话，伊可能有可能甲爱个小可个扭出来。啊，照理来讲，这个是看医生的经验啦。是。啊，经验若愈好的话，伊可能迄扭出来的机会就较少。啊，大部分迄做有经验的人，可能拢一届两届加当完成。啊，毋过阮就是讲想讲啊，一届两届，阮敢有法度迄个透过即种科技的技术吼，去改善即个讲吼，这迄个边仔骨的锁入，咱的矫正版免哪固定。吼，咱有法度伫电脑顶悬甲设计互出来，安尼其实咱咧固定个较紧，啊个嘛会一届个毋免搁伫遐扭来扭去，扭出来搁装入去安尼。是对着这事务上真正有真帮赞的。真正有小可加较好的进步安尼。所以咱继续来看讲，其实咱才有这个工程的这个代表，也有这个医师的代表，咱搁有这个3D 列印，就是一种开放原始码啦吼，这个实际吼，这个过去到加卡哦，你看，伊这个咱的这个单身生就帮咱这个操作的这个神手啦吼，小可甲咱介绍讲，这是用什么技术甲印出来？哦，其实这嘛是3D 列印的一种应用一种啦，就是讲平常时大家拢印公仔印啥吼，啊其实伊嘛会使来印这个假手。啊印这个假手主要是讲这个技术吼，有较麻烦是伊是一个迄个软体硬体吼做整合吼，所以伊需要的专业迄个人员吼较侪，所以阮的团体叫台湾神手开源义肢，啊，阮的成员内底吼有工程师，吼，啊有设计师，啊嘛有医疗，吼，医疗公司的头家，啊嘛有木工师傅，所以讲伊是一个真多元的团队啦吼。对，啊，大家的中心思想拢共款，就是讲希望讲台湾这个环境吼会愈来愈好啦。是。啊，阮用这个主要是讲，就是阮咧帮助阮的迄个需求者的过程当中，吼，阮想讲这种物件。在阮以前咧工程师来看，就是莫大哦去扭这个镜头啊，算真简单的一件代志啦。是。但是讲哦，啊，他国外讲爱卖迄100几万的，所以阮怎讲，安尼啊话啊，大遐贵的。啊，这个莫大扭镜头啊，尔嘛对吧？啊，阮来家己吼来试看卖看，我都做咱国产的产品无。啊，当然伫做之前，咱就找资料。啊，找资料找讲，国内较无人咧做即块啦。哦，因为国外吼。上俗40万啊，啊上贵150万啊。啊，当然在讲哦，袂使讲这，阮印出来了，阮会使含人倒啊拼，因为必须讲，因这公司吼，嘛是拢有经过一寡实验，吼，啊有摕到一寡迄个认证吼，这个做严谨的一个步骤来做。好啊，阮是讲，我都提供这个研发这个技术，和咱国内业者吼，还是讲合界。学生教授因使摕去用，吼啊，阮的希望是讲伫10年后吼，阮是较贪心啦，阮10年后看咱我到国内家己研发的这种电动手，会使出来无？啊，像我甲介绍底底，就代表15万以下，是，哦，代表15万以下，算有这个目标咧。因为咱的政府上悬手上悬补助7万块，啊，所以你再贴一般的介绍，是，啊，人业者嘛爱趁钱嘛，所以人嘛是爱，人开公司嘛是爱趁钱，所以讲。这个介绍都大拢有趁啊，啊，但是讲哦，咱的消费者、咱需求者、咱的业者、咱的病院吼，大拢是拢有趁啊，拢有赢安尼啦，这是阮的目标啊。讲到这哦，大家嘛先想要知影这个安怎来操纵这个手啦吼。其实咱头拄仔你有用到这个你看你互牙管吼，互这个镜头看吼，其实你是用什么带动这个手啊？哦，其实哦。伫阮做即件代志做3档来吼，阮拄着足侪需求者状况拢无啥共，大家出手术了吼，迄个复原的程度无啥共款。所以阮也发展出总共4种的控制方式。是。啊，这是即马是上简单、上俗的控制方式。这伊的学习曲线都加了5分钟来样。伊是吼去让你这个皮肤咱肉，咱来你出来吼，咱肉会破起来，会磨落嘛。伊去让这个破起来磨落的迄个距离。啊，伊是一个迄个IR红外线，伊足精准的，伊使量啊足幼的寸尺。是。啊，所以我伫我内底，我有写一寡演算法，啊，有写一寡滤波吼。啊，所以伊来算有点
有点会智慧化，也使家己去掠讲，大个人无共款，你一开机头前30秒，你手安尼害呢，伊就去掠你这个皮肤上悬和上低距离安尼来控制。是，所以规个拢是3D 列印出来啦吼。对，你看到这个软料也是讲硬料这部分拢是。对，这支手有用到即马卡时行的技术啊，就是软料硬料做伙用。啊，阮用的这个材料和技术，抑个基台拢是台湾的厂商做的。因为阮全部拢要用台湾的目的，就是讲要让这个经济的循环哦，留伫咱台湾内底。这个力头哦，留伫咱台湾内底。啊，你这个业者有趁钱哦，你大家研发愈好愈俗的基台，互咱的消费者用啊，这是阮的用意。啊，这个软料甲硬料咧印的时阵，敢有啥物小可无共款爱注意的所在无？有啊，这就是需要阮这种工程师，这阮的专业。这里的美角就对啦吼。嘛无算美角，阮会使讲下大听，就是讲，咱这种这含塑胶销出共款啊，就是讲你爱摕到这材料时，你爱知影伊的料性。是。因两个迄个成型的迄个温度吼，爱差不多。哦，啊，个内底就是有一寡美角还是做不了的吼。大概就是安尼啊，就是讲你一定爱知影因两个的温度啦，啊，个是机台的稳定啦。啊，这拢这毋是阮的功劳啊，这拢是咱台湾这个厂商的功劳啦。因这足厉害，开发这个料啊，这种肉色啊，这吼，这以前拢无。啊，因为着阮做这个专案吼，特别去调这个适合阮啊。是，所以咱即摆看到，咱头拄则有这个负责这个眼睛啦吼，对着这个细胞的，啊嘛有改善着这个胸腔这个问题，啊嘛有这个假手的这个部分。其实咱要过来请教，这个3D 列印伫咧医疗上嘛是真多元。拄则咱这个博士才有讲到，伫咧整形外科嘛是一大重点呢。真济啊，其实这几年来3D 列印吼，在医疗的应用真济。比如说你骨科用真济，啊，咱神经外科，咱做整形的，啊，搁有讲做齿科，拢有用到。比如讲有当时有的人吼，伊种讲伊也车祸，还是啥去弄着头，啊，这样有当时吼惊伊脑内底压力伤大，啊，咱先开一个孔，互伊压力先囥出来，啊，等伊较好的时阵，这个头壳骨咱再甲伊嵌起。可是有当你嵌起的时阵，因为时间伤久嘛，啊，有当时咱咧头皮这会变较硬，啊，又囥袂起哩，所以有当时因爱另外做一个模甲伊囥起哩。啊，以前这有的当时是医生爱咧念，啊去做起哩，啊，到后壁有当时是因为用因工程就去切割嘛，啊，即摆就是讲伊用直接吼用3D 列印，直接给印出来，啊，给囥起哩，无我就有，例如讲。即马神经外科我来囥，啊，即马骨科嘛用真济，因为骨科有当时啊，你有当时讲啊，有当时伊修补咱骨头的所在，就是讲咱拄啊伊嘛用着啊，用这是拄啊咱临医师因迄，就是讲我来做一个手术的计划，因为以前啊，咱医生咧想讲我即马要安怎做这个人的手术，比如讲之前有人查某囡仔爱水对毋对？咱来去做一种叫做正颌手术，就是甲这有当时伊是后道啊，想讲啊，我这吼面的骨啊先甲伊拍长，咱那个顶甲伊接起来爱较水，啊，可是以前咧做这个手术的时阵，医生是用想的，最早用经验，就讲可能是差不多安那甲伊倒起来的水。到后壁咱用电脑来画控，可能是安那。啊，即摆伊用直接就甲伊做模啊做出来。啊，我即摆先练讲差不多安那的情形，尤其咱这眼眶骨这附近的3D 的结构较复杂。是。啊，有当时印出来了，伊连当外口就知影哦，咱小咱差不多安那做，啊做出来再水再对称。所以。做真济就是这种手术的计划。是。啊，齿科是做足久的，因为你讲齿科早期咱咧齿模师嘿啊，有当时即摆拢会做这，所以其实总共咧比较硬材料的部分，这几科拢会用到。可是大家较无想到是讲咧药啊这个部分。药啊。其实2015年的时阵啊，其实就有一粒药啊，伊是用3D 列印给印出来，是啊，你治疗迄个痒痕。吼，啊，伊其实先爱用迄印的，有当时咱的病人吼，因为伊总共无啥会晓吞，无啥会晓吞的时阵，你药啊伤大粒，伊吞袂入。是。啊，可是咱先爱安怎做一寡用3D 列印出来伊吼，印的时阵伊药内底有足侪空，
所以变成讲一加入伊就氧气，所以即阵即个时阵就无吞咽的困难。所以2015年的时阵，第一粒3D 列印的药啊出来，就是针对这氧型的病人做的。啊，第二咱国内嘛有做一个足趣味的，就是主治病院啊，伊做一个啥呢？伊做迄咱病人的假释。因为你知有当时有一寡人吼，因为伊吞的无啥会吞，无啥会吞就足可怜的，伊就定吼，拢迄咱迄水果啊啥，本来做好食物啊，拢拍甲安尼割，啊看安割烂了，就感觉做无好食，本来就无体力，啊看来这个更无想要食，啊伊讲啊，怎啊互这个病人吼，较想要食物啊？较有食欲，就是讲吼，伊就甲这个物啊变做一个咱3D 列印的材料，啊，甲伊重新吼印一个实物的形出来，啊，变成讲我感觉看着嘛好食，啊吞嘛好吞，看起来好看啊，嘿，看到好看，你嘛感觉哦较好食款，袂想讲咱搞一个，唔知啥物物啊，咱搞做伙，所以其实伊的应用足济啦。是，所以咱拄仔讲到有细胞的，有这个胸坎的，啊，佮有这个假手的，所以咱来看讲这个营养，啊，佮有这个药啊的部分，咱有整理到这3点啦吼，就是无共款的领域，又无共款的这个方法来做应用啦。咱来看讲，第一个是这个生物列印这个部分吼，就是列印这个细胞啦。头拄咱冇讲到伫癌症的这个病患的部分哦，头拄讲中国医学病院这啦吼，差不多一年有7000名这个病患，因着后摆可能会用到这细胞伫外口来培养来投药啊，互医生啊，毋若是干那。开刀了后啦吼，啊，继续要投药的时阵，莫互这个病患有这个副作用。啊，第二个就是器官的这个治疗这个部分啦。头先冇讲到，而且这个无讲到所在就是复制这个癌细胞的这个部位，会当互因这个去治疗这个 tumor 这个部分。啊，新药开发，头拄仔咱这素清姐嘛讲到，就是互伊这个药品的开发，啊，嘛会使互伊更较精准的来达成伊的这个医疗这个效果。继续咱要来搁请教到这个余文博士啦吼，就是讲咱安尼看起来3D 医疗这个。层面真宽，但是这个开发嘛是爱趁钱啦吼，就是讲病院上调嘛是爱维持因的这个部分，尤其对着遮尔好的这个物件应用伫内底，这个商机到底有偌大？其实吼，即摆拢进入咱叫大健康啦，大健康就是咱人愈活愈久嘛，所以阮拢足重视咱的健康的问题。是啊，咱人愈活愈久的时阵。我就有时阵跟生就讲吼，讲啊，我你骨科吼，我总有一天会等到你啦，看到你要开脊椎还是要开膝关节，拢有一天我会等到你。因为咱老化的过程当中，你就是有一寡病痛，就是会出来安尼啊。有3D 列印为着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在骨科吼，在一寡肿瘤吼、癌症上面，阮就调工要去经这几科。是。为着咱人的生活愈来愈久，咱的寿命愈来愈久的时阵来做拍算安尼。啊，商机有偌大吼？咱即马知影旧年的3D 列印医疗的这吼是几百亿的产值。是。那算算伫台湾，阮无遮济人是无毋对，啊，毋过阮嘛有可能用到说，阮那遮济病人内底，阮安怎家治疗？阮的医疗的技术伫全世界其实是足好的。是。嘿，阮安怎用最新的技术伫咧台湾内底帮助咱的病人，帮助咱的医生，这是阮的一个目标啦。是。啊，继续咱要请教林医师啦，就是讲你这个成功帮助这个患者吼，其实咱咧算起来已经帮助偌济人啊？应该。咱做这个漏斗胸，这差不多应该30-40个啦，到今摆。啊，毋过其实除了这以外，其实讲阁有做像其他的物件，像变压骨长去啦，啊无就是像因较多讲的，较大部分拢讲较重的物件。啊，其实阮较定开的都是较软的物件，像阮开的是肺部。肺部伊内底迄肿瘤位的，即摆咱迄低剂量电脑断层，迄电脑断层愈做愈侪，肿瘤愈来愈细粒。啊，有时啊要定位这肿瘤，做一种方法啦。啊，毋过你透过这3D 影像伊个会当甲迄肿瘤看边仔的关系定义了做清楚的，像血管啊、气管这拢会当定义到做清楚。啊，你开刀你就会当较清气啦。吼，咱较清气的意思就是讲，开了空喙毋免伤大。是。啊，咱迄个迄癌症会当切甲足完全的，啊，毋过阁袂讲切了伤大去影响到伊未来的生活品质。吼，这个是讲咱这其实科技拢足进步的啦，啊会当就是帮助咱或者肿瘤的定位，这嘛是一个足好的方法。是，我看你有准备真侪这个图卡，会使
帮咱解说无？就是讲，若是应用伫即个3D 即个部分，毋能敢若是列印嘛吼。对。你头拄仔讲有即个影像即个部分，其实嘛是伊即个真有帮咱们即个所在啦吼。对，咱像讲这我看一下。亲像讲，这是开什么手术啊？还是讲所有爱用到一个影像的部分，还是讲这个列印的部分？其实像这个这个下骹这个顶管这是迄个电脑断层啦吼。啊，你若电脑断层内底有迄做细粒的肿瘤，其实咱要判断3个平面吼，这个是安尼这种切法，是，啊个安尼的切法。啊，个一个是安尼的测法，3种测法。啊，其实咱伫顶管判断的最短距离拢不是上准的啦。咱知影空间是立体的嘛，所以咱透过这种影像，咱可以当知影伊看肿瘤看边啊，咱这红色、绿色跟蓝色中的关系是蓝色吗？青色啦吼，青色的关系。啊，这安尼的话，咱可以当知影伊看气管啊，个血管中的关系啊，知影的话，就咱可以当较好的计划。是。像讲这两种看起来要成啦，啊，毋过其实伊是完全无共款的物件啦吼。啊，这就是咱咧做手术的时阵，有可能因为看这电脑断层啊，无做了解伊的3D 影像，有时啊你也无做认真看，你有可能会看唔到。啊，像这种嘛是这两种，这嘛是要成的。图形啊，毋过其实伊两个是完全无共款的物件。哦，这就是讲，咱若法度甲做出像这种迄个3D 影像啊，这其实是阮家伫电脑顶管伊会转来转去的，咱可以当看清楚伊的肿瘤跟边仔的血管的关系。咱当减轻咱迄个手术的时阵吼，会负担啦，就是讲。咱准备的工课，当交互一部分交互电脑帮咱做，安尼电脑帮咱做，咱看起来嘛，其实是较简单。是。吼，那安尼咱肿瘤的位个会当有时啊，咱其实做者定位的方法，拢有相对的风险啦。像讲咱若拄针去定位，吼，若是讲咱对气管内底去用支气管镜去定位，其实这两种拢加减拢有一点仔风险。哦，那透过这种影像的技术，其实伊就是电脑断层去用电脑去甲换算尔，啊换算了，咱会可当知影讲哦肿瘤伫倒位，安尼的话就定位其实有时是较安全。吼，咱继续要搁请教这个单身，就是讲吼，用这个假手啦，吼，咧开发的时阵有一个故事对无？爱甲这个观众朋友先分享一下。对，就是讲。阮的 slogan 就是家己的手家己做啦，啊，伫今年我嘛有家己的骹家己做的故事啦。这支骹吼，这是一个阮的 phototype， 就是阮有设一个流程叫 M3D，M 就是医疗评估，吼，医疗评估，啊，后壁3D 就是 3D 扫描、3D 建模、3D 列印。啊，伫咧端中，阮的设计啊完成了，阮拢会搭 upload 去咧个云端。是。吼，啊，所以咱的需求者伊有需要，伊会使家己download来去印。啊，这支卡做特别的吼，伊拄好就是伊是一个弟弟要帮因哥哥印这支卡。是。啊，迄个弟弟伊拄好伫咱的这个台湾这个3D 列印机的厂商内底是伊的员工。啊，所以伊平常时都拢印这物件嘛，所以伊对这个足在行的。啊，个阮只是设计好，阮帮因大兄哦扫描了伊的卡型，啊，甲米落过。吼，啊米落过了。做这个造型吼，看起来嘛真歹啦吼，啊，这嘛无简单，这内底是搭这个木皮啊，这是木皮啦，是，哦，所以这是迄个较新型的设计啊。啊，阮印好势了，阮这个资料等下伊讲啊，你会使开始印，啊，伊因直印来，啊，印来了伊嘛是有小问题，咱来讨论啦，啊，拢伫透过迄个网络咧讨论吼，足少咧见面的，阮做工课用。迄个方式足特别啦，一年透天个记一两届。啊，伊印好势了，啊，因大兄做无用的，啊，到伫迄个7月份的时阵吼，怎等于去因老厝遐，是，甲阮也透过迄个视讯吼，我讲，透过视讯的方式吼，讲吼安怎做安怎整，啊，阮来小他开15分钟时间，因就做好势。哦，这样简单。对，啊，所以。
其实你讲这主持人讲简单吼，是阮的目标，但是这个要完成这个简单的代志是足无简单。头前的这个工课爱做足少。对，因为阮爱下这个设计，伊的螺丝爱少，爱好耍，啊，伊的袂使伤复杂，啊，伊的工具、伊的材料爱拢台湾摕得到，所以其实伫头前是阮的成员内底哦是开足个时间哦去研发、去想办法、去找这材料。哦，啊，在制定当中，伫阮家己内底讨论嘛几啊到。是，嘿，对啊。所以讲，这个部分啊，其实咱有讲到这个你开放这个原师嘛，吼，家己去印，但是这个印的这个部分，是毋是有这个上新的这个规范？较早咧印的时阵也会使啦吼，啊，即阵呢？这吼，这就分两种，其实讲。像我多多嘛较听迄陈博士讲哦，讲即摆印哦是犯法啦，吼，安尼但愈来愈歹做。是，但是哦，其实阮逐当拢咧修改阮的路线啦。是，像阮即个月中，阮若要去调整迄个科技部哦一个计划，啊，伊就是会使有即个列印平台吼出来。啊，这是一个新的思维啦，就是讲较新。因为咱这个科技的进步，但是咱法律对袂着，这是正常的代志对。啊，所以咱人爱去练嘛。是。哦，但是阮的团队是拢遵守咱的法律，所以其实阮有两步，就是讲，但制造和研发是分开的。是。伫制造这块吼，啊，佫是实验这块，阮是做迄个 IRB 啦，就是临床实验啦。是。啊，研发你研究这无犯法啦，对吧？所以这是袂要紧的。是。所以其实阮的制造这技术加较合阮的使用者用的时阵吼，阮透过阮的一个阮的伙伴嘛，叫明德辅具，伊是有牌的公司，啊伊嘛有摕到这认证，会使用这个3D 列印来做这医疗辅具。是，啊，伫较进前，阮嘛吼台北荣总肾脏重建中心的3D 列印中心，我含伊合作。所以其实伫即块，阮有3个面向咧做，第一个就是阮家己设计，啊，个就是阮拜托阮的伙伴印下阮的数据者。再来，阮嘛有教育学生，是，阮也和学生的团队合作。阮希望讲，在这个环境吼，向下下大贵啦。是，所以咱继续来看讲，咱这个台湾这个3D 列印哦，伫咧医疗上规范是啥物？伊这个部分哦，其实是这个有术法啦吼。咱看到这个3D 列印有做基层啦吼，这个豆豆一层一层安尼个塔起的这个部分，伊的这个医疗器材管理指引，咱来看吼，伊是有术法第40条来做这个。管理的吼，伊讲若是制造啦，输入到这个医疗器材，爱向这个中央卫生主管机关申请查验登记，啊，纳钱了啊，核准来发予这个医疗器材这个许可证了，才会当来制造，也是这个输入啦。困境是啥物？咱头讲完这个假手，也是讲若是有这个侵入性的这个导管啊、人工关节，也个是这个顶顶的这个部分，拢是部分哦，拢是医疗器材啦，所以爱取得这个许可证，才会当来制造甲贩卖。但是咧，因为这个有的物件吼，真正是咱头讲的，遵照伊的需求啦，客制化才有法度做出来，所以有的部分登记真正是有难度。咱继续来请教苏清姐，这个难度到底伫倒位？这个法律规定？最主要讲，吼，咱即马知影，咱的医疗啊，即马的趋势是叫做个人化，就是用以前就感觉讲，咱穿衫共款，咱穿衫古早就是讲有 S 有 M 有 L 吼，啊就是差不多穿就好啊。可是你若较在意的人，就是咱用订的嘛，嘿，咱嘛共款。啊，即马呢，咱医疗嘛是，比如讲咱这假骹假手好啊，你有当时啊差一丝丝啊，就差真济。所以进前的时阵，你得一直试穿哦，一直试穿啊，一直修改，一直修啊，可能要穿足济改才能拄好。是。啊，即马咱这个互伊更较准确，更较有效率，好，所以是真好。用，可是问题就是讲，咱是为每一个人做伊的时阵，就变讲，即卖的法规吼，有当时啊对袂起咧。对袂对？因为咱迄就是一个以前拢有量产嘛，虽然咱去年应该就即个3D 列印的医疗器材管理有出来，可是你看，3D 列印即个技术出来差不多30几档啊。是是。啊，你医疗应用嘛是20几档啊。啊，咱去年才有即个指引出来，所以你会知影讲，其实啊，可是无办法，因为法规一定是比咱的技术较慢，所以这是咱努力的所在。可是我感觉，大家能了解说，个人化医疗未来吼，一定是陆续都会面临这样的困境啦。尤其你
一般人吼可能较歹想讲，这差一输出来有差足济哦。我举一个例好啊，你讲，譬如讲，咱有一寡人吼，有一寡老太太啊、老先生吼，有当时啊，伊脚头虎啊吼，啊就退化嘛，退化久啊就袂行，袂行伊拢讲啊，无爱去手术啦，因为听隔壁讲吼，手术了拢袂行呢。像我都系手术了袂行，叫医生就讲吼，因为吼，伊一直拖，所以伊迄个关节就变形，对不对？变形伊顶关的肉，伊的肌肉嘛，迄力质来无共款，所以即摆伊本来已经是弯的骹，对不对？啊，你起来做关节个换起来变直直，伊说袂晓行，你知道？因为以前拢安尼行，做个弄直，袂晓行，所以是安那爱定做，就是因为每一个人的情形拢已经无共款啦，差一丝丝啊，对伊来讲就差足济。所以到尾，比如说即摆新的技术，我就无甲伊规个关节换迄个，我就你即摆已经变到安尼吼，啊你即摆疼安尼，我遮你甲你拗起来，啊再用拄好甲你麻麻的甲你补起来，补起来了后，还是照你原来的方式会行，可是你袂疼。所以这就是即摆的重点，就讲差一丝丝啊，就差真济，所以咱即摆用这个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骹、家己的手的时代来啊。可是咱的法规还袂，咱的法律还袂到这个时阵啊，所以这是政府可能爱努力的所在。可是至少我感觉自年开始做，慢慢应该会赶起来。会赶起来吼，真正望啦吼，真济这个老大人，亲像阮阿早，这阮阿嬷较早嘛是骹疼，开刀啊了，其实佫无法度行。唔敢行。对，唔敢行，啊行嘛是真正是会疼安尼，所以。然后这个3D 列印较早这个伫台湾适用啦吼，法律嘛对着骹部，其实对着这个病人来讲，真正是一大这个福音啦。咱继续来看讲哦，这个器材啊，还是金属的这个材料，安怎应用伫这个3D 列印这部分，咱做伙来看。3D 列印用伫咧医疗，特别是金属材料方面，技术已经渐渐完备咯。过去若是有这方面的使用，拢是用开挖具伫咧工厂大量生产的方式，成品的标准嘛是统一的。缺点是无法度针对病患无共款的要求来做设计，也毋过这种情况伫咧今仔日一定会当克服咯。因为咱以往的一寡金属的材料，咱通常就是用洗的，还是用车的，家己做出咱需要的形状。啊，若是用这种方法的话，咱就是可能就是需要用模啊，还是咱一个设计，咱就是大量去做，大量去做，安尼成本较会低嘛。啊，大量去做的话，咱就变做说，咱只会当做一两种形体出来尔。对啊，这种形体若是要用伫每一个人身躯顶，咱是无遐适合的。对，因为有个人的受伤的部位较大，啊，有个人受伤的部位较细。对啊，所以讲咱3D 列印咱的特色就是咱会当做一寡适合每一个人的形状出来。金属材料因为强度悬、较耐用，被大量用伫咧骨骼、人工关节、心血管、甲机器顶头。这就是咱的大腿的骨头会连伫遮咱的骨盆的一个所在。啊，主要是咱骨盆的所在，咱容易去磨损。然后咱就家放一个这款的形状入面，咱就会当，互咱原本大腿的骨头去有顺利的活动安尼。除了用伫咧内脏器官，3D 列印的机卡手，嘛真受到国内使用者的肯定。使用者甲工程师合作，共同开发特殊用途的仪器，比起传统的仪器，唔但是更加好用，而且介绍嘛更加便宜。弹吉他就是想完成梦想吧。会使一件一件吼，安尼来开出来，啊，阮就会使去分析吼，合起来了，啊，就转细甲适合的角度，啊，咱的机器较好用。唔但是用伫咧人的身躯顶，3D 列印技术佫会当帮助动物。伫咧美国威斯康辛州，有一只摆卡的猫仔叫做 Stubby， 因为过去汽油车弄过，无法度正常行路。结果，威斯康星大学的工程系学生选用3D 列印技术，为伊做一支新的机卡，让 Stubby 会当正常活动。学校学生认为，猫仔是欢迎最真实的人客，需要考量伊的生活，来专门为伊打造工具。This is a real cat. We're dealing with real clients, so we need to be as professional as possible when dealing with these clients. I think the idea behind our prosthetics can be used further down the line. 3D 列印技术伫咧今仔日已经遮尔好用，佮利便，自人用甲动物为日常的工具到内脏器官，这项技术实在是真正有未来性。记者综合报道。是伫咧这个金属这个部分啦吼，用伫这个3D 医疗这个，恁的病院嘛做一档啊啦吼，有啥物部分阮病院
去年甲卫福部申请，阮要放一寡金属的3D 列印的医材伫个病人的内底，为着就是阮有一寡查某囡仔伊大拇指外翻，吼，就像徐若瑄都有这问题，有无？伊开刀，变出去了吼。嘿，阮有一寡新的医材想要用的时阵吼，互伊的手术的坑出较细，搁有就是伊固定了后，伊的骹吼，伊本来传统的方式是甲你的骹骨给拍长，搁甲伊定起来。是。伊的骹安尼就袂当叮当得足好诶，所以你若照过迄传统的技术的时阵，你就袂当走，袂当跳。是。阮即马就想到一个较好的方法，阮若放迄3D 列印客制化的即种的医材伫个内底的时阵，咱就有会甲伊的韧带保留下来。甲韧带保留下来的时阵，伊手术了后3个月，伊恢复了后，伊就会当活动较好，会当走嘛，会当行较久嘛，会当较袂疼安尼。所以阮即马咧做临床的试验啊，阮拍算收12个病人，即马已经收一半。是。阮希望讲明年阮会当看到这个新的医材是对病人较好的，阮会当去申请一个许可证，阮的医材是许可证，安尼以后会当伫台湾做贩售的这个动作。是，这个许可证的部分啊，就是个头拄咱讲到这个法规啦，有司法，真正吼，这个规范头顶，咱真正法啊，对着咱这个时代咧行吼，啊，继续咱请教这个林医师啦吼，就是头拄咱有讲到这个教学部分要安怎进行是吗？对，其实就是讲阮胸腔外科嘛，阮其他科阮就较毋捌，阮胸腔外科其实阮开刀较麻烦的，就是像肺叶切除术啦吼，就是甲咱的肺部的一个所在切掉。照理来讲，咱其实要较新手要学这个手术，其实是对咱伊的主治医师是一个心内的足大的负担，因为迄血筋有时啊出血足侪的啦，而且咱一个狗啊狗破的一个出血个足侪，所以讲咱有时啊，像阮定个会用训练，永早是用笛仔啦，永早阮拢用笛仔咧练习，毋过即摆嘛是共款个咧练习啦，就是讲3个月半冬，阮个会互阮的较新一辈医生吼，摕笛仔来练习咱的肺叶切除术。毋过就是讲其实咱国内有足侪足好的厂商，像细胶的3D 列印，搁像咱迄尼龙的细胶3D 列印，安尼甲配合起来，其实咱个会得到一个足好的模型。反正这模型就是讲咱即摆手术无像因早是开足大的空喙，咱即摆空喙较细，较细，咱就是用咱气线啊伸会入去，咱有法度甲即个肺叶开落来。所以咱找咱国内较好的尼龙的3D 列印厂商，伊帮咱设计这尼龙的参数啦，叫做像迄工程师因咧设计这个参数，佮有些像咱的边仔骨会当，互咱的器械安尼。较咱讲是撬来撬去啦，袂长去安尼。你若讲像一般的塑胶的3D 列印，定迄小可一个形变，一段形状的变形，伊个会长去。透过这咱去做，咱模拟出咱病人的胸骨，外口佮探一张咱做出来细胶3D 列印的皮，内底话只每一个肺叶，咱用3D 列印、细胶3D 列印去甲做成型安尼。安尼咱若做会出来的话只，其实。病人咱较多扫描出来，电脑断层扫描出来，什么形状，其实伊甲印出来个要成。反正咱可以当去另外一个方法来评估这个较新一辈医生讲，伊法度到底有法度甲这个刀开落来无？反正这其实即摆嘛该进步啦。这咧开刀的时阵吼，你也真正甲血筋用破去，伊其实嘛是会流血。其实讲这个是阮有这个想法，就是讲。咱其实日本嘛有做啦，日本因做的，其实阮进前去日本参加学会的时阵，看到阮个买几组入来，看伊迄其实较无像咱真正开刀的细部，咱细部就是一个大家规嘛，伊一个敢若嘛是爱3-4万块台票，咱细部像一个大家规安尼，毋过伊迄袂膨胀袂缩小啦，咱想讲咱就是爱透过咱国内即种。较好的技术啦，咱咧细胶列印的厂商，因迄有，因咧细胶列印个都甲咱的肺部模拟甲足成的，会分起来，佫会消风，中内底血筋的走向，看咱实际病人开刀要成。所以讲咱会当设计
一个足常规的训练课，正常人是啥物款？啊，拄着讲，即个人跟一般的人较无共款的，像咱较多讲的，血管若有变异，咱去甲列印出来，咱可以当针对迄种有变异的病患去做练习安尼。其实这是一个科技提供咱一个足好的练习的方法。是，所以这规个无共科别啦吼，其实拢有这个以3D 列印帮助的所在。咱继续来看讲，其实3D 列印咱较早想讲伊是做基层堆叠的这个部分嘛，其实伊唔免干那是一个平面哦，伊会当印伫这个虎骨头顶哦，就是辅具头顶啦吼，是安怎做的？咱做伙来看。医疗领域的3D 列印应用伫全球快速发展，不只是辅助器具的技术，更加当印出人体组织，加速医疗产业伫动物或者是人体试验的解决。以肌肉来看好了，一般来说，肌肉的损害如果太大的话，其实那一块肉是很难再长回来的。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就去想说，如果你可以人工合成出一块肌肉的话，而且它这个用人工制造，让这一块肌肉有功能性，并且植入到人体的话，它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除了生物列印以外，研发中心嘛引进一台3D 五轴列印机，和原本只会当印伫边面的限制，现在会当延伸印伫无规则的器材上。这台机器的话，就重点是讲，阮想要甲感测器直接做踮咱的医疗器材顶管，所以这台机器的功能就是讲，伊会使甲咱的电极直接用列印的方式嵌踮咱的不规则形状的医疗器材顶管。那它后续的话，就会使做一些医疗的感测啊。那感测的话，它可能是可以就是在使用医疗器材的同时呢，就去获取一些病人身上的讯号。传统的医疗辅具，若是要知影病人的身体反应，拢爱等到病人有感觉痛或者是无爽快才来反应。未来若是将电子感应器直接印伫辅具上，透过数字来监测，就当清楚知影病人的身体反应，对医生伫辅具的设计会有真大帮助。毋若是病院，毋若是医疗，爱去做一寡研究，爱去创新，希望有一寡。突破的所在，会使帮咱台湾足侪面向提升咱台湾的规个进步，互咱台湾有机会伫世界发光发亮。智慧医疗甲3D 列印的结合，已经是医疗发展的重点之一，会当互手术效率提升，降低手术风险，这拢是智慧医疗的一大指标。记者杨淑晴、林坤明采访报道。直接印在这个虎骨头顶哦，透过这个数字来监测，会当知影这个病人哦真正这个身体这个反应。咱搁要请教这个咱的陈先啦吼，就是讲这个我头拄仔甲你问讲，你有这6个这个唔是患者啦，需要需求者，就是讲其实有5个哦有真成功。啊，这个部分咱头拄嘛看到这个影片内底，伊讲哦会使甲这个数据哦，透过这个列印啊吼，甲这个感应器。印伫咧即个辅具头顶，咱敢有法度实行咧？其实嘛是有法度啊，我也未去拜访啊，就是讲其实我已经含大学的教授已经有咧联络啊，即个伫中兴大学做电子皮肤叫赖教授，还伊约时间，即马就是要来看讲双方面敢有度合作。是，其实伫做早前哦，伫1当前哦，阮有打即个sensor吼，戴伫即个手镜头前。阮来做一个迄个 feedback， 触觉 feedback，就是讲，即个假手去摸到物件的时阵吼，咱的手吼，即个物件吼会震动。哦。因为咱即马穿假手的人啊，还是需求者，伊是用你的目睭，来做 feedback。是。伊其实伊的手无感觉嘛，所以去摸到物件是用目睭去确定。其实这对伊来讲是足忝的一件代志。正讲这个假手伊也有感觉。是毋是一件较方便的代志？伊也练习了有久咧，吼，所以伊就会使讲哦，摸到就会使摕啊。就根据甲即摆科技进步吼，就讲咱即摆做侪厂商拢做迄种买 AI 晶片嘛，就是讲迄个伊的算力足强的晶片。是。所以即摆我嘛含民间的企业有咧合作，讲看我度开发有 AI 功能的这个假手。就是讲我有一个领头吼，看到。杯我这个手势在哩改变。是。这即马定理舞啊，未舞出来。
会补出来。对啊。不过咱搁比较一下，咱看讲过去咱的这个应用这个部分啊，3D 列印伫咧医疗中的部分，咱有经历到本地第一张图，咱看到本早吼会使做这个头壳这个手术啦吼，手术啦吼，透过这个3D 列印会使头先这个素清姐嘛讲到，就是头壳这个模型会当上精准，会当安排这个疗程啊，是这个手术这个模拟也好。啊，若是讲这个产妇嘛是要破腹来做手术的，嘛会使用到这吼精准去模拟伊这个子宫内底这个血管这个系统啦，啊了解这个部分哦，撇开伊这个肌瘤这个所在，互因这个患者这个失血量风险降到上低。啊，头拄阿猫讲着用到这个假手、这个假骹这个部分哦，因为较早这个费用啊是贵松松，啊，可有这个矫正器，就是去靠这个使用部分。咱头拄阿嘛讲着，伫咧生物列印啊吼，器官治疗、新药的开发，其实拢有足侪种可能。啊，咱看到足侪种的可能，但是咱的法规，咱上尾啊，佫请素清姐啦吼，就是讲法规，咱头拄阿嘛讲着足侪，是这个对袂着时间，啊，对袂着这个时间这个部分。要安怎建议着咱的这个卫福部咧？我感觉因为咱拄仔讲着法规的这个部分，骹步才讲会较紧的，因为这咱即摆一般的这材料啊，不管用尼龙啊，还是用矽利康啊，还是讲用金属啊，其实慢慢啊通少个人的申请嘛，吼，你用去认证。可是未来搁较重要的部分，咱民众较想讲，3D 列印，你以前都想讲，人即摆拢咧印心脏啊呢，真正以色列印会跳呢，所以咱讲啊，后摆伊印器官的时阵，这对咱的健护的法规个学历搁较远哦，因为咱即摆做一个细胞的治疗了，哇，几啊当即摆才出来对不对？咱也无即摆就开始想讲。未来，咱这3D 列印啊，你用咧这细胞，啊用咧这活体的器官，啊后摆要安怎做？我感觉咱爱先想，免搁像即马这材料共款讲啊，拢已经几啊十档啊，我即马再来想，安尼就是袂赴。因为其实我感觉吼，咱这骹步会愈来愈紧，因为你看世界各国吼，最近拢陆续有一个好消息传出来，所以爱法规的骹步紧。啊吼，第二个就是讲吼，咱可能政府爱做一寡平台整合，互咱大家吼用互相沟通，吼。那其实咱台湾真细啦，咱钱无遐尼济，咱安怎甲这个经费吼，甲伊较集中的，啊，大家做咱通告的所在。我总咱啊讲要发展产业嘛，啊安尼就赢啦。有影，所以这个政府这个骹步啦，其实啦，咱即马规范的拢是袂使有这个侵入性的这个医疗行为啦吼。啊，这个侵入性的这个部分，其实对着这个病人来讲，其实是真正有真大帮助的吧。若是讲伫这个内部这个部分，若是真正有法做这个器官导入去，亲像咱头仔讲的以色列心脏活跳跳的心脏，10年了后要开放着这个临床这个来使用。啊，台湾也即阵的，其实咱应该有这款的这个技术啦吧？咱有这款的技术，啊，毋过伫法规的观点，迄医生是无可能安尼放的。啊，毋过徛伫政府的角度来看，嘛是伊就是为着咱民众的医疗这安全的问题嘛，所以阮工程师吼，技术力开发的过程，啊，政府他要做一个所谓的监督的角色，是啊，所以为什么这阮会拉扯，阮会去因为卫福部也其实也会来我们这边来看说。有什么新的技术，有啥物较新的物件，因爱了解了，因回去制定法规，时阵叫一个合理的法规给出来。那我觉得他们在这部分其实是非常的努力。是，你讲这个卫福部其实有咧拍拼吼。啊，咱过来问讲第一站吼，这个第一线这个医疗人员啊吼，就是咱这林医师，有啥物好建议互咱政府的无？其实咱咧看起来，其实是临床顶悬足侪需求的啦，就是讲。若讲这物件当装入咱身躯内底，其实伫国外看到足侪成功的案例。啊，毋过其实讲成功的案例，伊有好的会报出来你看，啊歹的其实有些副作用的部分无写出来。所以讲有时咱会看到迄做好的，其实咱会做兴奋的啦。吼，我跟你讲，我差不多2-3年前刚接触这个产业的时阵，就是讲人迄密西根因迄囡仔生出来迄气管较狭窄，拄啊肝软科较有关系。哦，气管较狭窄，应该放迄。会当溶解的支架入去，甲气管扭开。啊，有诶有失败，有诶有成功。啊，毋过因即摆嘛是继续咧做。啊，有诶人即摆个有较成功诶案例有发展出来。啊，最近嘛愈来愈侪文章讲哦，这因是安怎，大家参数是安怎咧设定诶。啊，所以讲，随着时间的经过啦，跟慢慢啊好诶代志、较歹诶代志，慢慢啊会分做较清楚。啊，
肯确定较好的代志，其实咱会当慢慢会当开放，互咱会当来使用。啊，毋过这有时嘛是爱时间啦，咱拢毋知影，伊这整落了到底对咱身躯到底做是啥物副作用？是。啊，所以讲这咱嘛是爱长期嘛是爱临床来观察啦。对啊，对啊，对啊。所以伫临床上，恁上大拄到的这个会当要应用的这个部分是啥物？若是讲真正会使导入去的。像阮这个科上常常问题就是像扁仔骨啦，扁仔骨有的人迄肿瘤生到足大粒的，扁仔骨有时啊固掉啊也当做重建，是，摕这个不管是卡泵啦、碳纤维吼，还是讲金属，哦，不管是钛金属还是其他的合金，咱列印出来可以当甲植入，这是定定咱国外有看到的案例啦。啊，毋过伫咱台湾，我看应该是暂时，敢若还未有听到人讲真正有甲装入去。是，医疗上规范上嘛是无法度嘛。照你即摆来讲是还阁无法度。所以现主席也无看到台湾有这个骹步咧进行。现主席可能是还阁无。啊，其他位的人像讲是迄个人咧做气切手术，有无？有的人做了伊迄气管的狭窄，吼啊，毋过伊其实讲有的人做气切行为，伊迄阵有需要，啊，毋过尾仔伊身体有恢复健康，伊会当去掉，是，啊，毋过伊去掉有时啊，气管会变狭窄啦。啊，讲你也讲，咱这较新的这生物科技的技术会当进步，吼，咱就会当甲伊迄狭窄的所在切掉，啊，咱搁甲装一只新的入去，吼，啊，会当维持伊的气管的通畅，会当重新呢当个喘气安尼，是，或者是咱看到较大的需求。所以咱讲咧，这个规范嘛是有，但是讲伊后壁这个副作用哦，侵入性的这个部分，其实嘛是要长期来看讲伊的这个观察啦吼，临床上的这个试验啦，还是讲进前这个动物的这个试验，拢是爱真看重伊这个部分啦，因为毕竟是对着这个人体规个这个规组啦吼，爱甲保持好完整啦吼。今日非常感谢4位来宾来到咱节目现场，感谢，多谢。